高铁去高雄玩呢，今天可要早点睡哦。彤彤姐姐，我们还在整理行李，等一下哦。哦，在收拾行李呀。那东西都要记得带齐喽。行李没有啦，彤彤姐姐，我们又不是搭飞机，哪有什么航行里程的？我说行李是行李的意思啦。行李都收拾好了，彤彤姐姐，你要检查一下吗？那我问你，相机带了没？带了，一定要拍很多纪念照啦。水壶带了没？带了，在外面没有水喝会死翘翘。茶瓢带了没？茶瓢，车票啊。哦，我们想明天再去车站买就好啦。哦，明天再去车站买瓢啊？也可以啦。对啊，去车站买瓢。看来你们的行李都收拾得差不多喽。可是还有最重要的一个，彤彤姐姐带了没啊？彤彤姐姐一定要带，有彤彤姐姐跟我们一起去玩才会好玩。反应真快呢，你们，算我没有白疼你们喽。买瓢，买票，买瓢，买票，查瓢，车票，查瓢，车票。某某，坐高铁之前要先买瓢哦。我知道，坐火车之前都要先买瓢。那买瓢之后要记得把查瓢收好哦。好，我知道。行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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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这么大一包行李，要去哪啊？我们学校要校外教学啦。可是我记得不是当天来回吗？你带这么大一包行李要做什么？我害怕带不够呢。对了，万一有人跟我讲客家话，那怎么办呢？彤彤姐姐，那我可以把你装进我的行李吗？不行啦！行李、查瓢、买瓢，3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，张来了。